公司台记台有推出一个新节目，叫做《来去恁兜洗婚书》。两位主持人家己早一桶啊，到台湾各地头洗身躯交朋友。这节目当中会当感受到咱台湾满满的人情味。伫南投埔里哪洗婚书，那就是结果浸伫脚桶，规身躯放轻松，享受庄脚的风景。这是朱青吉林台地馆离开电视主持10档了后，搁转来电视顶的新节目。我开车后斗载2卡迄个浴桶。嘿，迄个茶桶是我含大练的，阮两个去做的。伦老师你好，你好。今仔是伊是咱两个老师啊。透早无闲，甲透暗，两位主持人去甲农场做事。这是公司台记台新的旅游实景节目，来去恁兜洗婚书。主持人赛车去台湾四国行透透，那交朋友，那发觉台湾这片土地故事。其实最主要是洗身躯以外啦，爱去看这地方的风土人情哦。甲一家伙啊，食饭啊，知影讲伊平时啊做啥物工课。甲一般的实景节目无同，因为有过暝，所以真正爱洗婚书。洗婚书就是洗身躯，会读做洗婚书，是因为这是宜兰腔。这是宜兰的特殊的一个腔口，叫做洗婚书。譬如讲，咱讲鸡仔冰，伊叫绳啊。主持人表示，这是一个深度旅游，深入台湾每一角市的台记旅游节目。节目内底有台湾人的人情味和台湾人的善良，身躯洗好，灵魂嘛有爽快感觉。新节目会伫咧每礼拜六的暗时放送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